好，今日介紹呢個 Sony 嘅 LinkPlug Fit 嘅無線降噪耳機。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要更多原動力拍片，要需要更多人嘅支持同埋訂閱。咁啊，降噪耳機啦 ，Sony 咧亦都唔係第一個出啦，亦都出咗好多高中低級階嘅耳機。咁你呢隻耳機咧係千零蚊嘅啫，我就覺得喺入門級之上，佢又未到中階，但係又我覺得價錢咧係相當之合理，同埋係令到你冇投訴嘅。咁啊，Sony 耳機本身佢一款咧出咗3個顏色俾你揀嘅，咁啊，如果顏色方面咧，梗有一款令你心水係喜歡嘅。我佩戴時候咧，亦都相當之驚喜。驚喜係咩咧？唔係驚喜嘅聲，而係驚喜佢咧實在太輕，戴落有如無物咁樣。但係咧輕得嚟咧，我又覺得咧輕得嚟咧就唔會容易鬆脱，所以係相當舒服。呢個反而咧係喜出望外嘅。咁一般啦，佢都係降噪耳機啦。咁我哋先嚟講講規格啦。好，規格方面啦，咁啊耳機只係重4.9g，相當之輕嘅。咁啊採用一個8.4mm 嘅動圈單元，頻率響應方面咧20Hz、20kHz 嘅。咁啊有呢個 Sony 獨有嘅 DSEG Extreme 嘅音效啦，環境聲音效模式啦。咁如果你連續使用降噪去連續去播放音樂嘅話，可以連續用到8小時啊！喺降噪模式係相當之。電池使用量方面咧，如果連續播放音樂嘅時候咧，用開降噪嘅時候就5.5小時嘅。咁啊，如果你唔開嘅話，就用咗8小時嘅喎。咁嘅通話時候咧，開降噪咧，通話都有降噪喎，連續可以用4小時嘅。咁而降咗個降噪咧，都係4小時嘅。咦？唔知一樣？咁啊，待機就唔講啦嚇，冇乜用嘅。好，藍牙版方面5.3嘅，幾好，唔錯喎，用咗5.3喎。因為越高藍牙嘅版本高個 number 嘅話，即係佢慳電情況同埋傳輸率係比較好同高嘅。音樂格式方面啦 ，SBC、AAC、LDAC 同埋 LC3嘅 ，LC3 係最新嘅。又慳電又傳輸率比較高啲嘅，咁所以佢比 aptX 係比較高啲嘅，咁所以嚟緊好多電話咧，如果唔 support LDAC 嘅話咧，通常咧都跳 LC3啦，啱啱就係與呢個 aptX、LDAC 中間嘅。好啦，先嚟呢個連接手提電話個測試啦。連接咗之後咧，其實咧佢咧彈出咧又唔錯喎，佢都有顯示咗左右耳機嘅電量同埋電池盒嘅使用量嘅，相當之唔錯啊！亦都一如以往啦。Sony 亦都有自家嘅 Apps 咧去選擇咧佢調校嘅音色啦，同埋所有 function 嘅。咁啊，降噪模式方面咧，佢有3個俾你選擇嘅。咁啊，開啦，環境聲啦，咁同埋降噪啦。咁但係降噪嗰個 level 咧，我就發現唔到有得調校嘅。一般嚟講，嗱仍然都有 Equalizer 嘅選擇啦。呢啲你喜歡唔喜歡嘅，亦都可以 custom 咧去調校嘅。咁啊，剛才提及過啦，佢有個叫做 DSEG Extreme 嘅聲效嘅。開咗唔開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咧開咗就會立體聲豐富啲，而唔開嘅時候咧就少少偏向 mon 個感覺嘅。咁啊〜都係一樣啦，冇理由唔開㗎。好啦，先嚟聽聽呢個重低音部分啊 ，Dusty Bottle 啊，整體嗰個嘅低音咧，一如以往咧 ，Sony 嘅品牌嘅低音咧，亦都係絕對唔會令你失望之餘咧，亦都唔會拆聲嘅。咁所以成體嗰個 pop song 味道相當之濃厚啊！立體聲豐富啦，咁同埋女聲咧叫不濕咧會唔會有 dam 冚過，咁所以聽起嚟咧相當之舒服嘅。至於現場感方面嘅 Kenny G Live 嘅時候咧，整體嗰個聽感亦都唔錯嘅。咁你話啲弱音位方面咧係差少少嘅，因為始終咧佢唔係一個旗艦級嘅耳機。咁同埋咧佢唔算話太過差嘅，只不過就係話如果你針對性分析力嘅話咧，呢個方面咧係比較弱少少嘅。但係不失咧個聽感咧，亦都係唔錯嘅。咁啊，至於鋼琴聲嘅立體高音方面咧，反而咧佢又做得唔錯喎。佢令到你咧覺得咧佢嗰個嘅立體聲咧同埋高音亦都唔會因為降噪或者而係佢個重低音嘅 style 裏邊咧而影響到嘅。咁所以整體嘅聽感同埋高音亦都舒服嘅，亦都唔刺耳嘅。好啦，先嚟聽聽呢個嘅通話質素如何啦。負責講嗰個咧嘅耳聲嘅耳機 F 咧234567891，F 咧434567891。嗱，我又覺得呢隻耳機咧喺喜出望外嘅
其一咧就係佢戴得相當舒服同埋輕巧咧，亦都價錢亦都唔算太貴嘅。再者佢嗰個嘅聲底咧，我就覺得我諗住一開頭諗住咧係佢應該係重低音比較偏多啦，又唔係喎，佢立體聲咧係佔咗7:3應該話70% 咧，應該係高音比較多少少，咁而30% 咧比較低音多少少嘅，但話方面咧加起嚟咧其實聽得舒服，你又唔會覺得話重低音好似即係好似 Bose 咁樣係好似偏向比較低音多少少，中音多少少，但係低音咧偏高音方面偏向低少少嘅。咁而 Sony 係比較平衡啲，係低音多啲啲，咁有翻個 Sony 嘅調音嘅 style 嘅，咁所以其實整體嗰個聽感亦都相當舒服嘅。咁而降噪方面咧，我又覺得相當之唔錯。當我唔聽音樂時候，淨係開個降噪咧，去寧靜一下嘅時候咧，反而我又唔覺得佢有壓迫感㗎。咁所以整體嘅體驗咧，我覺得相當之唔錯。如果係個 budget又唔算話想去花費太多，但係有翻質素嘅話咧，其實我又覺得佢嗰個嘅整體嘅表現亦都相當之唔錯。咁所以我覺得值得俾推薦俾大家，因為都係嗰句啦，佢真係太輕同埋做得太得舒服，而且佢價錢亦都唔算太貴，因為始終都係 Sony 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喺入門級裏邊咧，其實咧我就覺得係都係真係唔錯嘅。好，今日介紹咁多，我下條片再見啦。Like、share 同埋 comment，要更多原動力拍片，要需要更多人嘅支持同埋訂閱。